感谢有希望，咱继续来看台大妇产科医师施景中进前伫面册铺文讲，有一个立委的助理因为囡仔来台大看病，伊感觉无满意就透过急件，甲国民健康署、健保署的官员，佮有台大病院高层，拢叫去立委的办公室骂。有网友点名国民党的立委洪明凯。 也毋过今仔早起，民进党台中市议员江调国发文讲是有人逼讲，毋是洪明凯，是台中的立委罗廷伟。也毋过罗廷伟嘛出面化冤枉。 台大妇产科医师施景中伫面册答文，讲一个立委因为伊的助理带囡仔去看病了后，感觉病院服务无好，了后这个立委办公室就发急件的公文，甲国健署、健保署的署长，也佮有病院副院长叫来办公室甲骂，一开始互人点名的国民党立委洪明凯否认，也毋过台中市议员江调国3月11讲，涉嫌施压的是立委罗廷伟。罗委员，请你站出来说清楚嘛。 那个人究竟是不是你的助理？我们没有想到，竟然连立法委员都加入这些暴力的对待，这些霸凌医护人员的行为，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为什么医护人员觉得很无力，而且敢怒不敢言的地方。江调国指出，接到医界人士亚康讲，立委罗廷伟伫1月2日确实有招相关人士去到办公室开会，也毋过事件发生到呾，罗廷伟拢无对外解说，看起来真无责任，对医护人员佫较是一种霸凌的行为。针对立委哪像施压官员，民众有无共款的看法？一定会觉得好像在利用自己的权利啊。所以这样观感不太好。对啊。像人共款就好啊，助理就会使做足大哦。 国民党立委罗廷伟出面解说，也提出开会通知单。伊表示是因为台大无提供儿童发展体检的服务，才会找台大来开会。也毋过开会的名单并无国健署甲健保署的官员，即期互人作恶。今天有跳梁小丑急着去指明我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施景中医师的原贴文，他却没有去特别指明任何一个人。 我相信他也没有掌握100%的证据。罗廷伟强调，有收到တင်前有民众要去台大接受体检，煞互人替挂，毋才会找台大去开会。伊的助理并无带囡仔去看病，这个事件就是有人作恶。公视新闻综合报道。